说水个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开讲。开讲迄个台湾真侪立起来话、结骨话，伊拢有迄个讲话音的。咱捌讲吼，这大兄若坐无正，要互你答一句讲，政府机关有人食钱，就是歪高，因为坐无正都歪歪嘛。啊，味菜嘛真侪讲话音的呢，共款大兄。咱来讲大兄若无头路，要互咱答就是答新北市。人民间传说讲郑成功用火炮拍鹰哥石，即个鹰哥，因为大兄无头路鹰嘛，伊有鹰哥嘛。同款今仔日，咱来做一寡中部的地号名，味菜拢来体会讲话音趣味的所在。头一条，咱来看苗栗遮，苗栗遮一个地号题目，互你要讲规间会卖了了，规间的会甜，做一摆甲卖了了，要互咱要倒位，煞毋知影讲吼。拢总拢烧甲空啊！安尼叫做通宵啦。苗栗遮一个庄头通宵，规间会卖了了。这地号名真趣味吼。过来第2位，落南咱来看彰化。彰化有哪一个地号？人讲叫做炎日晒菜脯。日头若炎的时阵晒菜脯，当然遮的菜脯咧晒，就真快反寒嘛。毋则讲炎日晒菜脯，要互咱要彰化，要互咱要彰化县内底。交流道快干，菜脯足快干的啦，快干交流道的快干，炎日晒菜脯。过来第3条，同款味菜，这伫咧婚礼，我那真侪人咧讲，讲老人叫囡仔阿叔，是安那老人就爱叫囡仔阿叔，咱小可来甲想一下，这奇形怪状的代志，社会敢有？有，毋是无。原理对倒位来？正就是因为讲，这个囡仔比较老人加一辈嘛。当然，咱轮辈都无轮回。老大人看到囡仔叫阿叔，头拄我答案就讲出来哩。咱婚姻地有一个庄头，讲叫做轮辈，对啦。老人叫囡仔阿叔，就是轮辈。轮辈无轮回，原来讲话音，讲轮辈这个庄头。当然，这味菜骨肉种无共款在人厝。原来有人讲轮辈，题目毋是讲老人叫囡仔阿叔，有人讲叫做山后啦，山就是轮。山后壁要轮辈，这原来有通。过来婚姻讲完，咱原来讲家义，镜头搁甲刷落南。这条叫做罗满形体，不足心肝。敢有这款人？有咯，足济咯。人讲叫做面恶心善这款人，对啊，国情啊。啊，罗满形体看得起爷爷，毋过伊心肝善良呢。安尼伊倒位歹看，煞毋知影讲面相歹看。啊！若面相歹看，互咱答就是嘉义县遮一个庄头，别项无像啦，干那倒位看起来较像，正就是伊的面较像啦。互咱答讲面像啦，毋则讲中部地号名来做味菜，咱对遮真正会当体会出话音真侪趣味的所在。